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向大家问好，愿上帝的圣灵进入到我们聚会的当中，也进到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今天我要用创世纪第3章第9节，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呼召，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领受我们的上帝天父的他的心情。我们的上帝渴望所有的孩子能够在时时刻刻能够与他相亲近。愿我们在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创世纪第1章到第11章是一个非常特殊独特的圣经里面的宝贝。最主要这11章的经文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旅程当中，我们称之为一个宇宙观跟信仰的源头。它谈到了人类的缘起，是一个神话的题材，就好像我们对小孩子讲一些人生的道理。我们有一种书叫做绘本，绘本用了许多的图像，用了简单的话语，但是却谈了很深奥的生命的智慧。创世纪第1章到第11章也可以称之为人类的史前史，也可以称为犹太人的历史之前口传的一个漫长的整个生命的发展。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一个当中隐藏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开始跟关系的破裂。盼望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能够带给各位弟兄姐妹很宝贵的生命的信息。在创世纪第3章，其实我们应该从第2章的第15节到17节开始，因为在那个当中，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讲了一个诫命式的一个话语。他跟他们吩咐说，在所有的园区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吃，只有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当你们吃的时候，你们必定死。这一句话是用2个希伯来文的字，死继续死，所以这一句话说你们必定死，可以说你们就死定了。神的话语就代表了一个神圣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绝对的存在。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个故事来开始，进到我们如何跟上帝保持一个既敬畏上帝又领受天父那般的父子之间的亲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我们的上帝同行。创世纪13章第3章谈到了亚当跟夏娃他们遇到试探，所以在这一段从第1节到第10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4个主题。第一个应该是让我们通过亚当跟夏娃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明白上帝的话是绝对的，它代表了上帝的主权，人不应该将上帝的话语打折。第2个主题是谈到了人受到诱惑，人性当中必然有诱惑的存在，包括正确的解决诱惑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自由意志的决定。各位弟兄姐妹，待会我们再更详细的从经文来做思考跟学习。第3个主题，他谈到的就是善恶果这一个图像。善恶果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善恶果就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人的思想意念，它代表了七情六欲，它也代表了人的情欲情绪跟心思意念。所以当一个人在心思意念上没有一个健康的灵来帮助，我们对这个心思意念的使用有时候就会发生的问题。那最后第4个主题，当人在心思意念的错误过程当中，人与神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个距离。所以今天的故事就谈到了，特别是在第3章的第八节跟第10节当上帝问说，孩子你在哪里？很简单的一句话说，你在哪里？这一句话就代表了上帝在呼唤他所亲爱的亚当跟夏娃，但是亚当夏娃却因为他已经吃了善恶果，所以他的整个生命有一扇门就被打开，他就不再那么的天真无邪。
所以当他吃了善恶果之后，就代表了人对自己的一个告白跟认识。通过这种人情世故，或者通过七情六欲，他忽然恍然的就发觉自己是没有穿衣服的人。以前他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就算没有穿衣服，他也天真无邪。所以这一段的话语就告诉了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世俗跟情欲所驾驭的时候，人的血气的灵就被唤起来。所以原来亚当夏娃是存在了上帝那一个活的灵，上帝的那一口气活的灵。但是突然当这个灵被丢弃以后，人只存在了一个血气的灵。这4个主题就带给我们人类世世代代的一个所面对的许多的挑战、张力跟拉扯。我们变成在一个诱惑的张力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很辛苦的来超越自己心里面所面对的这种挑战。各位弟兄姐妹，盼望今天我跟大家的分享之后，最后我能够带给大家在心里面的带导。我愿意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重新觉知说，主，我们通过亚当跟夏娃他们所经历到生命的这个破口，我们重新再一次的告白：上帝，你是我唯一的主，你的话语是不打折。上帝，你是一个主权存在的一个创造者。所以第一个为各位弟兄姐妹来做祷告，就是邀请我们这一群已经被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的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心中长存的敬畏的心，跟我们的神说：神啊，唯有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一生当中没有第二个主人。第二个盼望这个祷告能够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所以第二个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彼此祝福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诱惑，脱离我们一切的一个试探，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宝血遮盖。哪怕是那个试探已经临到，主，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就没有感觉到那个试探对我是有一种诱惑的力量。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最后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帮助当中，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跟神求说：主啊，我将我的血气交在你的圣灵。主啊，我将我的血气交在你的圣灵。主啊，求你让我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的自私跟我的属灵的我的自我跟我的属灵的我能够互相的拥抱，重新就回到了起初的爱心，跟起初上帝你所创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进到这一句话，创世纪第3章第9节。当亚当夏娃面对试探跌倒之后，他们吃了善恶果，他们心中心思意念起了变化。上帝来到他们的身边，如同往昔一样上帝就呼唤着亚当跟夏娃：你在哪里？我们所读的经文都是中文的译本，我们所读的经文或许是英文的翻译。这种的翻译就是直接从字面上来翻译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呢，我的孩子？犹太人说这一句话其实只有用这一句话“你在哪里”这样子来告白还是不够。犹太人真的读得懂上帝的心意，因为当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的口气也翻译了出来。但是我们的翻译的时候不容易将上帝的那种亲密的口吻翻译出来。这一个字虽然就只有单单一个很简单的希伯来语埃卡，这一个字却包含了3个中文的字母，但是却包含了上帝无限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慈声的呼唤。它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口白，可以这么翻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的孩子，我在叫你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回应？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怎么了？上帝其实已经知道亚当夏娃他们已经开启了他生命当中情欲之门，就好像主耶稣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你所关的门没有人能开。这是一个责任的交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仆人的责任。
我们不应该去开那个上帝禁止的门，反而我们应该看救恩的门。但是人类有一种困难，就是当我们在情欲跟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行使、自由的意志，如果我们没有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同行，跟与圣灵亲密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所开的门真的是会错误。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字其实隐含着另外一个翻译说：你躲在哪里呢？我的孩子，你躲在哪里害怕呢？所以这句话就包含了很深很深的犹太人几千年来他们祷告当中的一个叹息，就如同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说：我能够到什么地方去躲避你的脸呢？就算我到天上，就算我到地极海角，我岂能够躲避我耶和华上主的脸呢？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听到亚当跟夏娃上帝在对他们怜悯的呼召。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就好像耶稣讲的一个浪子的故事。当耶稣跟众人谈了一个天父的心意情怀，他用一个浪子的故事，一个流浪的孩子去打拼天下，竟然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最后潦倒，甚至没有办法果腹，所以他去为人豢养猪群。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几乎就想要去吃那个猪所吃的人不能吃的肮脏的食物。突然他醒悟了过来，他说：在我父的家岂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吗？我岂能在这个地方等死？我应该回到我父亲的身边，跟他说：父啊，我不配做你的孩子，因为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各位弟兄姐妹，跨越旧约跟新约，跨越了亚当夏娃所听见上帝慈声的呼唤，跟耶稣基督在他讲道的信息当中呼唤每一个属于天父的孩子。每一个圣主日，每一个主日，都是我们回到上帝身边的一个神圣的时间，让我们听得到上帝对我们所讲的声音。或许各位弟兄姐妹，你可能刚好遇到你的能力所没有办法承担的重担，刚好你所遇到的一个诱惑，让你躲避神的脸，逃避上帝跟你亲密的关系。但是不要放弃，因为神绝对不放弃我们。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将我们的困难摆在神的面前，就如同上帝呼召亚当夏娃，他最主要就是在这一个困难的时刻，想要跟他沟通，想要跟他所亲爱的亚当夏娃讲话。所以上帝他温柔的慈声就呼唤着他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想象，我们应该这一个礼拜神圣的时刻，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倾听上帝他的怜悯的呼召。就好像我们在今天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耶稣讲的他自己的讲道篇当中，耶稣讲了一句非常的重要，说有耳朵的人当听啊。因为在当时耶稣身边是一个冷漠的世代，耶稣讲了很多的道理他说：我吹笛子你们也不回应，我哀伤举目捶胸的时候，你也不与我共同哭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绝不要做一个冷漠的基督徒，或逃避上帝的呼声的基督徒。让我们今天能够用亚当夏娃所听到的声音，我们按守在自己的心里头，说：主啊，你的孩子恭敬的聆听；主啊，你的孩子恭敬的聆听。主啊，我有问题，我不好。让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说：我慈爱的孩子，你怎么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坦然的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神早已经知道亚当夏娃有困难了，所以上帝来到亚当夏娃的面前，不是带有责备，其实是带有一种怜悯，想要带领他们能够到生命树的旁边。当他们已经被神的罪所被自己的诱惑所带来的罪，上帝其实渴望他能够得到怜悯。或许上帝当下可以这么做，但是也因着亚当夏娃这一个故事，千百年千万年当中上帝的孩子经常用这个故事来警惕自己，我们应该如何脱离心里面的罪恶感呢？当我们吃了一个善恶果，
就好像我们将这个人情世故就带到心里面。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我们突然心里面有责备的声音，就是圣灵。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是属于上帝的孩子，你岂能在这个地方被世俗所污染吗？我们的心中就有为难，我们的心中就有罪恶感。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切莫躲避逃离上帝的身边，我们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宽恕我。虽然我知道你已经早就用你十字架的宝血赎回我，我也在你的面前已经立志领受洗礼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宽恕，因为我就是一个血气的人。恳求圣灵今天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你的同工，身为你的弟兄，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用这一句话，我们彼此的代祷。当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当你知道我的问题，当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带我们能够归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你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度今天与每一个有罪恶感、心里面有恐惧的孩子同在。拿掉我们心里面的恐惧。我们听到神你的话语说：神的孩子不要惧怕，当刚强壮胆。至圣至尊的耶和华上帝，我们不配成为你的孩子。就像耶稣所讲这个浪子，我们得罪了天，我们得罪了你，但是求你怜悯我们，只是一个尘土所造的一个人，我们是属血气的。也恳求你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扶持，不断的教导跟引导带领，让我们慢慢的长成有上帝你的荣耀跟形象。我们愿意从今天的这一个信息，重新再提醒我自己，求上帝的灵今天将这些话语就刻在每一个，铭刻在每一个我的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里面，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原来是刻在摩西手上的石板，愿你将这几句话就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脑海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诱惑的可怕，让我们远离诱惑。当我们做不来的时候，恳求主耶稣基督，你用你复活的灵就遮盖着我们，让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个诱惑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小孩子对这个情欲两性的关系完全没有感觉。主耶稣，求你怜悯帮助我，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依靠你十字架的复活的大能，能够胜过这种行使这个手拿着天国钥匙的这个使命。也求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有属灵的智慧，不开错了门。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与天父关系的修和，让我与天父上帝关系的和好，也让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开始因着你的宝血，我们成为一群被拯救分别为圣，不再逃避上帝的孩子。带领我们回家吧，主耶稣上帝，主耶稣我的救主。那今天创世纪第3章当中，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3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认识上帝，他一讲话其实就是一种宣告。上帝对亚当夏娃吩咐说：你不可以吃那个善恶果树上的果子。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只是一种吩咐的事情，但是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凡是上帝所讲的话，他一点一画，一个笔画，一个句点都不能被改变，因为神的话语就等同于上帝的主权，神的话语就等于上帝的掌权。所以我们在500多年前信仰的前辈做宗教的更新的时候，他们就谈到了一句话，叫做 Sola Scripture， 就是唯独圣经。当然他们谈了5个绝对的价值，其中的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的。我们彼此之间如果有心思意念的争执，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话语。
这个就是告白上帝用他的话语掌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随便的听讲道而已。凡是我们面对的圣经，通过圣灵也好，通过神圣的聚会也好，圣灵对我们讲的所有任何一种心思意念，都是带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在今天能够高举神为绝对的。我们远离亚当跟夏娃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亚当跟夏娃就是当他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们随便的扭曲了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重新去读创世纪第2章第16节，以及在创世纪第1章到第3章第1节到第7节，你就会读到魔鬼如何的来扭曲上帝的话。魔鬼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诱惑者，他经常用一种半问半挑逗的，他就说：神启示吗？神启示这么讲吗？虽然上帝说你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是挑战上帝的权利。所以上帝说，当你做的时候，你必定死，意思就是我们就死定了，而且就是持续的在死亡的遮盖权势当中，它是用一种进行式，从一个死了以后，就是一个不断的死亡，就是被死亡的权势所捆绑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再是一个听不懂神话语的人。魔鬼经常会跟我们说：你的上帝是真的这么讲吗？我们应该安静下来，问圣灵说：圣灵啊，我知道上帝是这么讲的，对吗？圣灵就会说：孩子，对的。你就告诉他说，上帝的话100%就是这么讲。愿我们的心就被保守，我们所领受圣经的话语，不被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诱惑。我们不被扭曲，我们也不参与。好像今天这个故事当中，是夏娃做的错，亚当没有做，不对。亚当所做的是一个沉默，因为他在夏娃的身边没有提醒夏娃说：我的太太不对啊，上帝有告诉我们不是这么样子。亚当用沉默来怂恿，让夏娃去承担了所有的一切的罪。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生命当中，聆听跟遵行是一体两面。所以雅各说：听到没有行道，行为是死的。信仰如果没有行为，这个信仰是抽象，是空洞，是没有用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通过这个故事很重要的，我们的心中必须经常尊主为大。我们跟神说：神啊，你的话语怎么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世世代代就必尊主为大。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效法犹太人的优点，而不是效法犹太人那种应景，否认上帝的存在，暂时没有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否认了上帝，上帝就任由我们受捆绑，上帝就任由我们如同失去了味道的盐，就丢在外面丢弃，成为没有用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尊主为大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尊主为大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当我们心中让神掌权的时候，魔鬼的能力跟话语就没有办法扭曲我们。当记得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成为一个胜过诱惑的典范。他三次的受魔鬼，其实可能有更多，但是用3句话、3个诱惑来象征许多的诱惑。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每一次都用神的话语，就是天父的话语来回击，来对这一个黑暗的权势说 ：“No， 你所讲的是错的。我的父亲，我的上帝，他讲的才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善恶果这一个话语，吃善恶果这个话语，就如同开门引道。就是将外面的强盗跟黑暗的权势，我们打开了一种分别为圣的一种圣洁的生命，跟守贞洁的一种态度。
圣洁的生命跟守贞洁，不只是在情欲跟肉体，守贞洁是整个心思意念的保守。所以所罗门才说：你们当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因为生命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开始。各位弟兄姐妹，亚当跟夏娃选择摘了这个果实来吃，其实这个动作背后隐含着、隐喻着他挑战了上帝的命令，他决定自我做决定。因为魔鬼跟他们说：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明亮，所以他越看那个果子，他就越看为美好。所以赏心悦目之下，在今天的世俗，在今天的社会，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岂不是有许多的享乐主义吗？有成功神学吗？今天有许多的享乐主义，岂不是告诉我们：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就得自由了，因为你们要学习做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对，学习做自己最重要的内在的那个自己，必须是上帝所创造起初的爱心、起初的圣洁跟起初的上帝的形象。各位弟兄姐妹，做基督徒不只是做身体的自我的主张，而是做神的灵同在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懂得，其实最聪明的人就是完全的仰望上帝，让上帝决定神掌权的生命。因为当神掌权的时候，当我们所遇到的许多使命，上帝必亲自加添给我们所需要的能力、策略、智慧跟聪明。愿神的灵、敬畏神的灵敬拜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尽头。那当我们说吃什么呢？善恶果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图像。我们如果从心理学去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里面谈到人的为难，人在心里面有许多的张力许多的诱惑。这个诱惑我们称之为七情六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元的各种的诱惑跟张力。在希腊文里面，他们在谈的就是 logismoi， 其实也就是谈到人里面的情欲，谈到人里面的情绪，也谈到人里面的心思意念。不论是东西，不论是在世界各国，我相信有许多的属灵的导师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驾驭自己灵魂的，做一个真正的和谐跟自由的人。各位弟兄姐妹，难，因为亚当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吃了禁果以后，就没完没了。当一个人尝过了情欲的滋味之后，其实真的没完没了。今天如果我们回到用这种吃禁果来看我们在情欲上的放纵，有时候我们就会晓得说：主啊，我还没有尝过这种情欲的滋味之前，比较容易做一个守贞洁的人。但是当我被情欲所干扰之后，我思想心思意念里面所有的事，甚至我祷告闭上眼睛的时候，有时候由不得我，有时候也会偷偷的去想，求上帝怜悯我们。亚当夏娃吃了以后，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眼睛明了就知道什么呢？就是这种情欲的感知，情欲的觉醒就进到自己的生命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没完没了。今天有许多人在偷偷的地方，有时候尝试看看，就去看了一些色情的影片，看了一些色情的一些书籍。从此以后，我们的心就没有安宁，如同小孩子的那种纯真。唯有圣灵能救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的洗礼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洗礼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教会的洗礼是用象征性的祷告，用水为大家洗礼。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叫做悔改的洗礼，是圣灵的洗礼，能够彻彻底底因着圣灵重新的让我们洁净，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愿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忏悔，跟神说：神啊，我不小心，我
开了一扇门，那一扇门带进来了许多凶恶的黑暗的势力。求你怜悯我，帮助我，让我能够进到神你圣洁的道路当中。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恶果，从此以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张力，知易行难，因为他们知道了情欲。但是要活出没有情欲干扰的生命是非常难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21世纪，在云端在网络当中有许多黑暗的事、黑暗的东西，我们不小心有时候我们就在点进网站，有时候他就跑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哪怕是只有一次，他经常就会反复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控诉我们、干扰我们。知易行难是人在生命当中所遇到最大的困难，唯有靠着我们依靠敬拜的耶和华上帝，他的圣名跟他的圣灵，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亚当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因着起心动念，从此以后亚当夏娃永无宁日。其实我们可以说，不是亚当夏娃永无宁日，而是所有的人类共同的就面对了起心动念之后所遇到的最大的干扰，永无宁日。唯有保守自己的心，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他十字架的记号，以及圣灵的充满。当圣灵进到他自己掌权的圣殿，神就会保守那个圣殿，因为他所洁净的圣殿，他不再允许黑暗的权势。当我们软弱没有办法征战的时候，当我们呼求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亲自为我们征战。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做逃避神的孩子，不要再自己躲在暗室里面哀伤害怕。我们当在神的面前恳求圣灵为我们征战，带我们得胜。虽然或许我们已经进到永无宁日的这个阶段，今天有多少人的精神的状况不好，需要吃安眠药，需要吃躁郁症的药，甚至需要吃精神分裂的这种药品。各位弟兄姐妹，唯有神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不是医生，也不是牧师，而是上帝自己。他的生命如果再一次的灌注在我们的里面，不论我们所带的一种干扰跟捆绑是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每一个人重新享受那个返璞归真，重新返回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跟夏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亚当跟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但是耶稣基督如同那个带领亚当跟夏娃重新回到伊甸园的一个救世主。上帝赶亚当夏娃离开了这个伊甸园，象征的一个惩罚。但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爱来到这个世界上，又重新带我们回到了伊甸园。所以耶稣说，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这不是死后的世界，而是在今天此时此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们将我们的心翻转过来，仰望耶稣基督复活的灵。我们恳求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破口得到遮盖。不论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什么样被污染的意识形态，这些人情世故，这些七情六欲，恳求主耶稣复活的灵重新洁净我们。罪人悔改是天上最大的奥秘。今天上帝不是对亚当夏娃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对我对你，他用一个怜悯跟慈爱的声音说，我的孩子，你怎么了？我的孩子，你在哪里？我的孩子，你躲在何处？害怕我？不要害怕，回到我的身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享受今天这个邀请。亚当就跟上帝说，我在园中听见你行走的声音，我只听到你的脚步，我只听到你呼唤的声音，我心里面就羞愧害怕，我就躲藏起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躲藏上帝。魔鬼最喜欢你躲起来，魔鬼会跟你说，你上帝不要你了，因为你已经亵渎了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不会爱你了。错，
那是魔鬼告诉我们逃避上帝的一个咒诅咒跟捆绑。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求上帝的怜悯，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从今天开始，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必须要因信而学习成圣。称义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和好修和的关系，但是成圣呢？成圣就是选择走一条天天时时刻刻分别为圣的生命。我们做不来，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保罗所讲的意思是这个：我们虽然已经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是一辈子的功课，甚至连一辈子都有困难。但是直到世界的尽头，时时刻刻我们都必须要努力去活出成圣的一个责任。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逃避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慈爱的声音在今天的礼拜再次的呼唤我们，让我们在耶稣爱你这首歌，让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带来了那种没有办法被隔绝的爱。此时此刻，就让我们重新成为天父上帝的孩子，因为上帝每一个世代，就如同在以西结的世代，在那种已经死绝了，所有的遍地都是死亡的骷髅头遗骸。上帝说：“我必亲自寻回我的羊，我必寻见，要将一个新的灵。”一个复活的灵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逃避天父的呼召吧。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或许我们已经习惯在云端上做礼拜。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做好准备，回到你属于你自己的教会，做好准备，站起来，回到上帝为你安排你自己的教会，回去做工，回去一起为上帝的国度，为了上帝的教会一起来建设。各位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不要再躲在云端，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主耶稣说：“有耳的就当听，有耳朵的人就当听。”因为听什么？听悔改的信息，听救恩的信息，听赦免的宽恕。主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为进天国而努力成圣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困难，没有一个人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但是在我们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不借着我的人，就没有办法走到天父上帝那个地方。”所以最后，我送给大家3句代祷的话语。我送给各位弟兄姐妹，我从心中为大家的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阿们。第一个，求圣灵保守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成为一个尊主伟大的基督徒。我要真的能够守上帝的话语，上帝怎么讲我就怎么听，上帝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求上帝，第二，求上帝保守我们。求主耶稣就是拯救的救主，用他的灵带领我们免去一切的试探。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同小孩子一样，回到小孩子的童真，不再受这个世界的七情六欲，这些世界的人情世故所污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重新成为重生的人，一个新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最后呢，我们跟神说：将我的血气交在圣灵，我要将我的血气交在圣灵。主啊，求你保守我，让我的自我能够跟圣灵互相拥抱，让我这个软弱的我跟天上的天父互相拥抱，就如同那个浪子回到了家，就被天父上帝所接纳，说回来就好。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爱你，让我们享受回家的快乐。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我们今天听到你对亚当夏娃所讲的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听到你对历代的所有你的门徒跟随你的人所说的话。回家吧，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主耶稣，你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失而复得，让我们明白天父上帝的慈爱跟他的心意。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回家，求你差遣你的灵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到天家，回到属灵的家，回到天父上帝的身边。我们将所有都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结伴，我们一起陪在你的身边，求你带领这群羊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感谢赞美主耶稣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